我要娶阿顺。你讲啥？阿顺？啊，你早就知影即件代志是无？我感觉阿顺是一个足有想法的查某囡仔，我真正足介意伊的。所以你是因为想要娶阿顺，才要替伊出头，叫我去甲条件警告。若今仔日毋是阿顺，你会甲我讲无？啊？咱敢会当去因兜讲真正？你是头壳歹去是无啦？你即马是准备要做司法官的人，哪会当娶迄款查某？你哪会当安尼讲话啦？啊，你明明遐尔支持遐个劳工、遐个农民，迄无共款，你是阮囝呢？啊，你甲迄袂去正头啊，你个动作就无共。点去！即摆是安怎？是讲硬啊是无？我甲你讲，即件代志哦，无可能的，有听无？妈。